那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第91页的最后面，就是未决定彼等故，讲说四个与繁体为四等片者。那这边呢，举例就例如说，就是有四个呢与事物的繁体呢是等片者。那这边呢，因为事物它本身呢是性相的缘故，所以呢就会提到说，四个呢与事物呢是繁体的四等片。那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用说像是事物的名相，像是事物的性相，像事物的性相具有作用者的呢，与它为四个四等片，或者说我们提到说以瓶子来说，因为瓶子呢本身是名相的缘故，所以与瓶子的四个四等片。那同样呢，瓶子的性相呢是大腹扁足能装水，那与大腹扁足为装水的繁体呢，然后为四个四等片呢，那同样就是以它的定义来说，或它的性相来说呢，也可以说是有四个四等片。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就是四个呢是以事物繁体为四等片者。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事物的繁体呢跟它四等片的呢会有四个东西。那这四个呢，对，第一个呢就提到说与事物为一。那这边呢，与事物为一，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说，与事物为一呢，它本身是一个常法，但是只要是与事物为一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常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与事物为一的话呢，你除了事物之外呢，没有办法安立其他的东西，所以只要是与事物为一的话，那它就一定不会是常法，它就一定骗非是常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就一定骗是事物，就一定会是事物的意思。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其实与事物为一样，就提到说事物的繁体呢也是这个样子的，是事物的繁体它本身呢是一个常法，但是事物的繁体就一定会是事物。那为什么呢？因为与事物的繁体来说呢，就是它所反的那一分呢，你反过来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东西出来再返回来，就会变成它自己本身。所以事物的繁体呢，就是你讲说它返回来就是它自己的意思，所以事物的繁体就一定会是事物。那这边提到说是事物的繁体的话呢，就一定会是事物。但是事物的繁体它本身呢并不是事物，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常法。那我们以同样的理路去推的话呢，就是瓶子的繁体呢也是一样，瓶子的繁体它本身是常法，但是瓶子的繁体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常法。为什么？它就一定会是瓶子。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这边去理解的话，如果我们把它说事物的繁体，它如果是事物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事物的繁体它本身是一个常法，但是如果说你把事物的繁体当作是事物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因为如果说你承认事物的繁体是事物的话呢，那同样的瓶子的繁体呢，你要承许说瓶子的繁体呢，它就要是瓶子。但是瓶子的繁体它本身呢，如果你说它是瓶子的话，那瓶子的繁体呢，它就要会是大腹扁足能装水。但是如果说瓶子的繁体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话呢，那它应该是我们的眼视呢是可以看得到的，眼视是我们的眼视所见。但是瓶子的繁体呢，它并非我们眼视的所见，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瓶子的繁体呢，它不可能会是瓶子。为什么？因为如果它是瓶子的话呢，它就要是大腹扁足能装水，那就要是我们的眼视所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呢，瓶子的繁体呢，它并非我们的眼视所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只能够把瓶子的繁体安立为常法。那同样，你把瓶子的繁体安立为常法的时候呢，那同样的事物的繁体呢，也同样的理路，你就必须把它安立为是常法一般。所以我们会说瓶子的繁体或是事物的繁体呢，它本身呢是一个常法，但是是它的话呢，就一定非是常法。会有人他会有疑问说，为什么这个事物的繁体呢，它不会是事物？他会怀疑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会觉得说事物的繁体呢应该要是事物啊。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事物的繁体呢要是事物的原因是什么时候呢？他一定会回答你说，因为
只要是事物繁体的话呢，它就一定要是事物，因为除了事物之外，你不可能安利其他的东西啊。所以以这个理由呢，来证成说事物的繁体本身呢，应该要是事物。为什么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只要是事物的繁体的话呢，它就一定要是事物。那如果说以这样理路来说的话呢，那同样的，你就用同样的问题呢去反问他。那如果是如同你所承许的这个样子的话呢，那请问你说瓶子的繁体呢，它是否要是瓶子呢？因为就如同说你所讲的，因为只要是瓶子的繁体的话呢，你除了瓶子之外呢，你是没有办法安利其他的东西的。那这个时候呢，还只能回答说是。为什么呢？因为是只要是瓶子的繁体的话呢，它就一定要是瓶子，所以以此推断呢，瓶子的繁体它本身呢是瓶子。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再去反问他说，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请问瓶子的繁体它是否是大腹扁足呢？装水呢？因为瓶子的繁体它就是瓶子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会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瓶子的繁体它并非是大腹扁足能装水，因为如果它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话呢，就是要我们的眼视呢所能够见到的。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有不是，所以他那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说瓶子的繁体它本身呢是瓶子。所以同样的理路你再回过去的时候，就一样的。瓶子的虽然说事物的繁体呢，就是事物的繁体呢，就一定要是事物，但是事物的繁体它本身呢，并不是事物。这边呢，所以就提到说，那大家都已经了解了事物的繁体的话呢，那我们再接下来继续讨论说，那与事物繁体呢是四等片的呢，就是有4个东西。那这4个呢，什么叫做四等片？就是之前我们提到呢，就是它的话呢，就一定要会是事物的繁体。那只要是事物繁体的话呢，就一定要是它。那如是呢，就是有4个东西可以安利跟事物的繁体呢为四等片。那这4个东西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提到说与事物为一。那与事物为一呢，就是它是四等片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它只是说在名字上不同的案例之外呢，但是只要是与事物为一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事物的繁体。那是事物的繁体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与事物为一。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所以如同第一个所讲的呢，那第二个我们所安利的呢，就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那与事物为一的事物呢，我们去理解呢，就是跟事物为一呢，就是它和事物是一的这个事物呢，那你去安利的时候呢，和事物是一的这个事物，你除了事物它本身之外，你没有办法再安利其他的东西。所以呢，与事物为一的事物呢，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话呢，它就一定是事物的繁体。那是事物的繁体的话呢，它就一定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为什么呢？因为这2个东西你去安利的时候呢，除了事物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安利的缘故，所以第2个等片呢就提到说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第3个呢就提到说是具有作用者的名相，因为我们之前在讲名相跟性相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事物呢本身是一个性相，那它的名相是什么呢？它的它本身是一个名相，就是事物它本身呢是一个名相。那它的性相呢是什么呢？它的性相呢就是具有作用者，是事物它的一个名相。所以说具有作用者的名相呢，它本身呢就是除了事物之外，你不能安利其他的东西。所以就提到说，只要是具有作用者的名相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事物的繁体。为什么呢？因为具有作用者的名相，你除了事物本身之外呢，你是没有办法再安利其他的东西。所以只要是具有作用者的名相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事物的繁体。那同样的是事物的繁体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具有作用者的名相。因为你除了说事物本身之外，你没有办法安利其他是具有作用者的名相。所以呢，就提到说是具有作用者的名相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事物的繁体。那是事物的繁体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具有作用者的名相。第4个呢，就提到说，就是和事物的繁体是等片的呢，就讲到说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那前面呢，其实我们有提到说呢，就是名相呢，它本身是一个名相。那名相的性相是什么呢？就提到说是具有假有三法。那假有三法呢，它就是
名相它本身的一个性象。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等于是把第三个呢又拆得更细，就提到说呢，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那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呢，就提到说是它，你如果去安利的话呢，那同样的就是具有作用者的名相。所以呢，只要是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与事物的繁体。那同样呢，是事物的繁体的话呢，一定就会是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那这边呢，我们就提到说它是具备四等片的关系，所以只要呢是事物的繁体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安利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的时候呢，那你除了事物它本身之外呢，你是没有办法安利其他的。同样的呢，你也不可能安利出一个是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但是并不是事物的繁体的东西，这个你是安利不出来的。那同样的呢，你也安利不出一个是事物的繁体，但是它是事物的繁体呢，但是并不是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是事物的繁体的话呢，你去安利的时候就一定是事物它本身，那事物它本身就是一个性相的缘故，所以呢，你在安利的时候呢，它就一定会是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所以呢，从这边去推的话呢，就是与事物的繁体是四等片的呢，那就是提到以上的这四个东西。在这边呢，我们安利了事物呢跟它是四等片呢，就是事物的繁体是四等片的四个。那为什么它在这边要这个安利呢？因为我们提到说，因为事物它本身是名相的缘故，所以呢就提到说它等于是一个事例，就是与事物的繁体呢，它等于是一个事例。是什么的事例呢？就是事物它本身是一个名相，所以与事物的繁体呢，它的四等片呢，就是以它本身是一个名相的角度呢，它本身是名相的角度呢，然后来安利这四等片。那接下来举的例子呢，就是提到说与无常的繁体呢为四等片，不是与刹那性的繁体呢会四等片呢。那这边呢，我们就提到说刹那性呢，它本身呢是一个性相的缘故，它是无常的性相嘛。所以那你了解了就是一个性相，就是像与刹那性的四等片，你了解说一个性相的四等片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了解说其他的性相去安利的它的四个繁体的四等片呢该如何的安利。那他这边呢安利这个就是以他们呢作为一个范例，或是以他们作为一个事例呢，然后来做探讨的。那我们呢就提到说有四个呢，它是和刹那性的繁体呢是等片者。那就提到说第一个呢就是与刹那性为一，那第二个呢就是与刹那性为一的刹那性，那第三个呢就是提到说无常的性相，那第四个呢就是其被无常的实有三法。那同样的，它就是把刚刚的那个名相呢颠倒过来，然后改为性相的部分。那这边呢就是提到说与刹那性的繁体呢为四个四等片。接下来呢要探讨的呢就提到说就是与事物的繁体呢是等片的四个里面呢，那如同说事物的繁体或者说与事物为一呢，它们本身呢是一个常法一般。所以在这四个里面呢，我们去探讨说谁是常法谁是无常法的时候呢，那同样的理路就是与事物为一呢，它本身呢是一个常法。那同样的呢，第三个具有作用者的名相呢，它本身也是一个常法。那第四个呢，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呢，它呢也是一个常法。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四个与事物的繁体为四等片里面呢，那在四个里面呢，就是有三个呢它是属于常法的，那有一个呢是属于无常法的。就是无常法的呢，就是第二个与事物为一的事物。那与事物为一的事物呢，你除了把它安立为无常法之外呢，是不可能安立为常法的，因为这边已经提到说它是与事物为一。那与事物为一，我们就提到说与事与事物为一的话，它本身就要是一个事物。那这边提到说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时候呢，那你除了事物它本身之外，更不可能去安立其他的东西。所以说到与事物为一的这个事物呢，你除了事物之外就不可能再安立其他的，所以呢它会是一个无常法。
所以在这4个里面呢，就提到说，此四者中，与事物的是事物的呢有1个，然后是常法的呢有3个。我们在这边提到说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与事物为一的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这边提到说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时候，那它本身就会是一个事物。就比如说我们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假如说我的老师，你提到说我的老师的时候呢，那不管说前面是什么东西，你最后面的结尾你知道说是老师，所以说我的老师他就一定会是老师。所以同样的，与事物为一的事物，那你这边已经提到说，就是它的名字都已经讲到说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时候呢，那这个东西它就不会是事物，所以它就一定不会是常法。有很多人问到说，第二个呢，可以放是与事物为一的所知吗？就是你是可以放与事物为一的所知，但是如果你把它方立成与事物为一的所知的时候呢，那与事物为一的所知，它本身呢也会变成一个常法，它就不会成为一个事物。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你们要放是与事物为一的所知的话呢，那其实呢，它这个时候就是它是有差别的。它跟你放说与事物为一的事物呢，它因为直接理解的就是事物，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就提到说我的老师的时候呢，你直接理解到的呢就是老师。所以当你提到说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时候呢，你所直接理解到的呢就是事物它本身。但是你有提到说与事物为一的所知的时候呢，那其实它讲到说与事物为一呢，它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提到说与事物为一的所知呢，它是一个常法。那在这边就是我们就有举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当我们听到说教我文字的呢，跟你听到说我的老师呢，这两者呢，他的理解呢其实是有差别的。就是当你直接说我的老师的时候呢，你很清楚明白，因为他文字出现说我的老师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了解说在讲的这个人呢，他就是我的老师。但是你提到说教我文字的人的时候呢，他不一定会理解成是我的老师，因为有可能是我的同班同学，或者说我的父母等等，他都可能是教我文字的。但是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你听到我的老师的时候，跟提到说教我文字的人的时候呢，这两者你所听到所理解到的意义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就特别提到说，就是与事物为一。当你讲说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时候呢，跟与事物为一的所知的时候呢，他所理解到的就是你直接现起来的那个东西呢，它不一定会是同一个东西。那这边呢，就是有提到一个问题说，就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它是不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那这边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呢，它并不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为什么呢？就是刚刚所讲到的，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话呢，它就一定要是与事物为一。它本身就要成为是与事物，它就要成为是事物的繁体，所以与事物为一的事物，它本身呢，并不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为什么？因为只要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话呢，它就一定要会是与事物为一，或者说它本身呢就要会是事物的繁体。但是是它的话呢，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话呢，就一定要会是事物的话呢，因为提到说他们是等片的关系，那如果说它是与事物为一的话，就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它如果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的话呢，它就要与事物为一。那这个时候呢，它就要是事物。那同样的呢，是事物的话呢，就要与事物为一的事物。但是这一点呢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瓶子呢它是事物，但是瓶子并不是与事物为一的事物。所以呢，与事物为一的事物呢，它并不是它本身。那这边呢，又问到说，认知繁体为什么要讲四等片者？目的是什么？那这边呢，就提到说，为什么要提到说与繁体，就是与什么东西的繁体的四等片呢？那这边最主要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就是能够开展我们理论的缘故呢，所以去讲说它的四等片。
那所以同样的呢，如果说我去讲说我父亲的四等片者的话呢，那同样的呢，我就可以去同样的理路去安利。那比如说第一个，如何去安利说我父亲繁体的四等片呢？那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母亲的丈夫。那从我母亲的丈夫去理解的时候呢，那当然就只能我母亲的丈夫的去安利的时候呢，就只能是安利说我的父亲。除此之外呢，你并没有办法再安利其他的人。那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我的爷爷呢，他就只有我父亲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呢，那我在安利第二个四等片的时候呢，我就是现在说我爸爸的爸爸的小孩。那我爸爸的爸爸的小孩呢？那你去安利的时候，那除了说我的父亲之外，你不能再安利其他人。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呢去类推的时候，就是由此呢去开展我们的理路，然后你去更清楚的了解说，在这么多的所知里面呢，那哪一个呢是属于说是这个东西的繁体？那其实在这边他有提到说繁体与繁体的四等片的规则如下，就是俄与比为义，然后是尔周片是比的繁体，就是他讲这些目的就是要让你更清楚了解说呢，这个东西的繁体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的话呢，会是这个东西的繁体，就是要让大家更了解这个目的呢，所以提到了说四等片。那所以呢，在这边为什么提到说四个呢与事物的繁体是等片者呢？那这边最主要呢就是说，像刚刚讲的，就是他为了让我们的理路呢开展我们的理路，所以呢让我们可以去思维更多的东西，而且通常呢开展这种理路的方式，就是当你了解了一个的事例之后，你可以透由它呢，然后去同样的去理解到其他的东西，就是能够举一反三，然后慢慢的去理解到其他的东西，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就是比如说呢，在安利我父亲的时候呢，除了说像是讲说我母亲的丈夫之外，那也会提到说像是我爸爸的爸爸的小孩，或是我爸爸的妻子的小孩。你这样去安利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帮助说我们理路的开展，或者说呢，在某一年呢，某年某月某日呢，在某个地区呢所生下来的这个孩子呢，那他可能除了我爸爸之外呢，没有其他人可以放的时候呢，那你也可以呢去做这样子的安利，或者说比如说呢，我的父亲呢叫做拔上车望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说和我父亲如意的拔上车望等等呢，那这些呢都是为了帮助开展我们的理路，让我们的理路呢可以想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去思维到从更多不同的面向去做思维，所以才会开展说就是为什么要提到说与什么东西的繁体的等片，那这个等片呢又有四个的原因，就是最主要的目的在这里，就是为了开展我们的理路。这边呢，就是有提到说四等片，那其实了解四等片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呢，就是已经跟大家有介绍过所谓的就是像是事物，那事物呢，它的性相呢，就是所谓的说具有作用者。那你在了解说像是名相跟事相之间彼此之间呢，他们是四等片的。那四等片的意思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只要是 A 呢，就一定要会是 B， 是 B 呢，就是一定要是 A。那这个是呢，就是是不是等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等的。那片呢，就提到说是一定的这个概念，所以只要提到是等片呢，就是提到说他们彼此之间呢，是 A 呢，就一定会是 B。所以当你了解到说四等片这个概念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就是已经先告诉你说什么东西是事物了。那接下来跟你讲解无常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了解到说，哦，刚刚讲的事物跟现在所讲的无常呢，它彼此之间是四等片的。为什么是四等片呢？因为只要是事物的话，就一定要会是无常；是无常的话呢，就一定要会是事物。所以了解到四等片这一点呢，对我们的帮助呢非常非常的大。也就是说，之后呢在学习的时候，你可以迅速的了解到说，这两者之间呢，它本身就是谁的范围比较大，谁的范围比较小。那你了解说它是四等片的时候呢，就可以说这两者之间呢，它彼此之间是一模一样的，它们的范围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边呢了解四等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边呢，就比如说我们提到说，就是以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当我已经对一个已经了解说，具有作用者呢，就是事物的时候呢，那接下来这个人呢，他就来问我说，那什么事情？那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无常呢？那
我花了2-3个小时去跟他解释无常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越听越迷糊，就是他没有办法做一个收摄。但是呢，如果说他了解到什么是四等片的时候呢，那我只要一句话跟他说，无常，无常呢，它就是跟事物呢是四等片的。那这时候他可能就可以迅速了解，哦，只要是无常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事物；那是事物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无常。那这个时候可能我这一句话呢，就已经可以完全他对无常这个理解呢，可能因为我这一句话就已经抵过了我跟他去解释了2-3个小时什么叫无常的，可能他会更清楚、更明白的了解。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为什么要去了解到四等片是什么东西。这个呢，就是我自己本身有遇到的，就是像我们在讲解像是线光或是中观的部分的时候呢，那就是他可能对之前的一个东西呢已经有了解，那接下来他就会问另外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呢是什么意思？那可能一开始呢，我不会讲说，就是后来他问的这个东西呢，跟是什么东西，我就跟他解释的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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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然后之后呢，他就才会跟他说，哦，那你知道说之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 A 吗？那其实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东西呢，跟之前所提到这个 A 呢，这两者呢是四等片的。那这个时候人家就会回我一句说，那为什么你刚才不讲这个东西？你中间解释这么长，然后让我听得糊里糊涂的，你为什么一不开始就讲说这个东西呢，就跟我们之前所提的那个东西，那个 A 呢，它本身是四等片的。这样一讲，我觉得很清楚明了嘛。所以，当我们了解四等片的意思的时候呢，就是你只要说这个东西跟之前的你所理解到的某个东西是四等片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了解到说这个东西大概是什么意思，它的内涵是什么。而且你了解到说，你能够了解到四等片的时候呢，那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一个东西，那你就会说，那跟我之前所理解到的这个东西，它本身是四等片的话呢，那如果你说不是的话呢，你也可以加深对这个东西的了解。那如果说是四等片的话呢，那就更可以加深说你对这个原本你所理解的东西呢，你可以更为深入的去了解它是什么。而且呢，好处就是说，当你了解说它本身是不是四等片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知道说它是四等片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说，哦，那他们两个一定是同义的。那如果说这两个不是四等片的话呢，那就比方说他们两个有范围的大小，那这个时候范围大小的时候，你就可以来说，那这两者呢到底是不是属于相违，或者说呢，要么它就是三句型，要么就是四句型，要么这样就是相违的状态，你就可以很快速的说这两者之间它彼此是什么关系，你可以迅速的去做了解。所以，当你们理解这一点之后呢，你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理清。就比如说，你会问到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我可能就直接会说，哦，这个跟你之前所理解到的某物呢，他们两者关系是四等片的时候，你就来说，哦，原来这两个东西是同义的，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那你就可以迅速的了解。那如果说这两个东西，我告诉你说这两个东西呢不是四等片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迅速的理解到说，哦，这两个东西的关系呢，要么就是相违，要么呢就是三句型跟四句型。你也可以在脑海之中呢迅速的了解说这两者之间彼此的关系。就是我们在讲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一般不论是在广论呢，或者是在入行论里面呢，都会提到说，就是世俗菩提心还有生意菩提心这两者，对吗？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了解说有世俗菩提心跟生意菩提心的时候呢，那我只要跟大家讲说，是世俗菩提心的话呢，它跟菩提心两者是四等片的，就是他们两个是同义的，是世俗菩提心的话，它就一定是菩提心。那这个时候你们理解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再补一句，世俗菩提心呢跟生意菩提心两者呢是相违的。那其实光从这两句话，你们就可以理解到很多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在不用解释很多东西，只要在这边呢跟大家解释到说世俗菩提心的话呢，跟菩提心两者呢它是四等片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的呢就理解到说，哦，那只要是生意菩提心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菩提心。你很清楚的就直接可以理解到这一点。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已经提到说是世俗菩提心的话呢，它跟菩提心二者呢是同义的。所以你只要说只要是世俗菩提心的话呢，就一定会是菩提心；只要是菩提心的话呢，就一定是世俗菩提心的时候呢，那你了解到这一点之后，你就自然而然可以理解到说，哦，原来胜意菩提心呢，它只是安立为菩提心之外，
它并不是真实的菩提心，这一点你就自然而然就可以直接理解到了。所以在色类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说同意，或者说讲到说这边所提的四等片也好，或者说讲到同意也好，然后讲到说三句形四句形呢，它其实当你能够清楚了解这彼此之间关系的时候，你一听到说这两个关系是否为同意的时候，那是否为相违的时候，他们两者关系你其实可以迅速的就理清出来。以我来说，就是学了社类学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就比如说我在师大学习中文的时候，那老师可能在讲解每一个意思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可以用社类学理路呢去理解的。那老师每讲一个东西呢，我就因为以前学过社类学的缘故，所以他所讲的东西，我就可以迅速的呢去把这些老师所讲的这些名相快速的做分类。那你在做这种分类的同时呢，你也可以更清楚的去理解说这个词义或者说这个东西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时候，你一个一个去做分类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帮你快速的呢去理解这些你所不知道的这些未知的事物，可以让你迅速的去了解它。那这就是学社类学的好处，对我自己来说的话，用在日常生活中呢，它的好处是很直接的。那就是可惜在说老师他本身并没有学过社类学。那如果说老师有学过社类学的话呢，那其实我可以更快速问老师说，这两者之间呢，他们是不是同意的？那这两者中间他们是不是相违的？如果说我用这个方式去问老师，那老师有学过社类学，他只要跟我说是或是不是呢，我就可以更快速的去了解这些东西。所以当老师也理解了解社类学的时候呢，对学生去理解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说，事物的繁体呢有四个四等片。那这边呢，就是提到说，具有作用者的名相，然后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就是最后这两个呢是提到这个。那这边呢就是提到说，因为名相它本身呢是一个名相的缘故，所以它的性相呢，我们知道说名相它本身是名相，那它就会有它的性相，它的性相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就是具有假有三法呢是名相它本身的一个性相。所以我们在了解说事物呢它本身是一个名相的缘故，所以呢在我们提到说第三个具有作用者的名相的时候，那这也有提到的名相，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这个名相呢必定会有它的性相，那它的性相呢就是具备假有三法。那同样的呢，因为这边有加上说是事物的缘故，所以就提到说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那这个呢是可以骗一切是名相，就是它本身是名相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以无常来说的话，那无常呢它的性相呢是刹那性，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第三个呢就可以提到说具有刹那性的名相。那第四个呢就是其被具有刹那性的假有三法，就是同样的理路呢我们可以以此去类推。所以只要它本身是名相的话呢，那这样第三个你就可以把它的性相案例出来之后，说这个东西的名相，它这个性相的这个东西的名相，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东西的名相本身的性相，你再把它放进去之后呢就变成第四个。所以这些呢是我们可以以此类推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又举了一个事例，就提到说有四个呢是和刹那性的繁体呢为四等片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与刹那性为一，那第二个呢就是与刹那性为一的刹那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说，你在讲到什么东西的繁体的跟它的四个等片的时候呢，那你其实都可以把它安列进去。像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刚刚所讲的，就是比如说与事物的性相来说的话呢，就是具有作用者，那就提到说，那与具有作用者的繁体的四等片是什么呢？那同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与具有作用者为一，那第二个呢就是与具有作用者为一的与具有作用者，就是你讲到什么东西的繁体的四等片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东西它直接安立上去，就是跟这个东西为一，然后和这个东西为一的这个东西，那这个呢是理路呢是可以就是以此类推的部分。这边呢就提到说，就是我们讲就是第一个呢跟第二个，我们在讲说与什么东西的繁体是四等片的时候呢，那第一个跟第二个呢，那无论说它是名相跟性相呢是没有差别的，就是你只要说
什么东西的繁体的四等片的时候呢，就是与 A 这个东西的繁体是四等片的时候呢，那第一个跟第二个呢，你就都可以同时例如说是与 A 为一，或是与 A 为一的 A， 就是中间你怎么去替换呢，都可以跟它本身是性相的或是名相的是没有差别的。那第三个跟第四个呢，就是属于说有差别的部分。像刚刚所讲的呢，就是因为事物它本身是一个名相的缘故呢，所以就提到说把它的性相拿出来，然后提到说是这个性相的名相。那同样的呢，现在我们讲到说刹那性的时候，那刹那性它本身呢是一个性相，所以呢就把它的名相拿出来。那刹那性的名相是什么呢？刹那性的名相呢就是无常，所以呢这边就会提到说无常的性相。那第三个提到说无常的性相的时候，那我们了解到说，就是像刚刚所讲的，名相它本身是一个名相的缘故，所以还有它的性相。那同样的，性相它本身也是一个名相，所以呢，性相它本身是一个名相的时候呢，性相这个名相呢就有它的性相。那它的性相是什么呢？就是实有三法。所以呢，我们在讲说无常的性相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了解到说，无常的性相它本身呢是一个名相。那无常的性相这个名相，它的性相要安立什么呢？就是它的定义。无常的性相，它这个名相的定义呢，你要安立是什么呢？就是提到说第四个，其被无常的实有三法。那我们可以了解到，所以说第三个跟第四个差别呢，就在于说它本身是名相或是性相的差别。像刚刚主要说，就是事物呢，它本身因为是名相的缘故，所以第三个呢，你却把它的性相或者说它的定义拿出来说，这个定义的名相，那就提到说具有作用者的名相。那第四个呢，就是具有作用者这个名相，它本身的性相是什么呢？那就是其被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提到刹那性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那刹那性呢，它本身呢是一个性相的缘故，所以在第三点呢，就会把它说，那这个东西它的名相是什么呢？那它就是这个名相的性相，就是说这个无常呢，它本身就是刹那性，它本身呢就是这个无常的性相，所以安立为第三者。那无常的性相本身是一个名相的缘故，所以它的性相呢，就是提到说，或它的定义呢，就会提到说，其被无常的实有三法。这里呢，就比如我们在讲说小明的父亲的时候呢，那在安立小明父亲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小明母亲的配偶，那就是小明的父亲。那同样的呢，那小明的母亲是什么呢？那小明的母亲在安立的时候也是同样就是安立说小明父亲的配偶。那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说名相跟性相的时候呢，就是同样的，它本身是名相的时候呢，那你就会说安立到说是这个东西，它就它的性相，就把它的定义拿出来说这个定义的名相，然后本身它定义出来这个定义的名相，它本身是名相的缘故，再把它的性相给放上去。所以第三个跟第四个呢，主要就是在于名相跟性相，它本身就是以另外一个方式去做安立之外呢，那他所讲的呢，就是名相还有性相的部分。这边有问到说，与平数二者的繁体的等片者叫什么安立呢？那这边就提到说，平数二者的繁体的四个四等片呢是没有办法安立的。那为什么会提到说，就是平数二者呢没有办法的繁体的四等片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呢？因为就提到说，你如果要安立它的话呢，那之后你就要安立出一个是平数二者的这个东西出来，但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就比如说我们来以这边所讲的四个四等片呢来做安立的话，那可能第一个呢我们是可以安立的，就是与平数二者的繁体的四等片呢，那第一个就是与平数二者为一，那这个是可以安立的，就是平数二者本身呢，它是与平数二者为一的。但是呢，第二个开始你就没有办法安立了，就是与平数二者为一的平数二者，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是与平数二者，因为你安立出平数二者的四等片的时候，就是要试这个东西呢，那你就安立出一个是与平数二者为一的平数二者，但是你安立不出来啊。那同样的，就是平数二者的性相，你也没有办法放。那同样的，那你没有办法，因为它本身不是名相的缘故，所以第三个跟第四个呢，你都没有办法放得出来。所以这边呢，与平数二者的繁体呢，它的四个四等片呢，你是没有办法安立出来，你顶多就是安立出第一个与平数二者为一。
只能安立第一个之外，其他3个是没有办法安立的。那这边呢，又有问到说，平诸二者的繁体是异吗？不是异哦，相异的异，四声异。平诸二者的繁体是异吗？那这边就是人们可以解释到说，并不是的。平诸二者的繁体呢是一，但是呢，就是用我们刚刚的理路，平诸二者的繁体是一，但是平诸二者的繁体的话呢，就一定会是异，就会变成四声了。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所以以这个理路呢，我们去推的话呢，就是这边讲的是平诸二者嘛。那同样的，你也可以问说，名相性相二者也是一样的。名相性相二者的繁体呢是一，是一声的一，但是名相性相二者的繁体的话呢，就一定会是异。那同样的，你把它安立说常无常二者的繁体等等呢，这些都是同样的。那或者是说呢，或者我们讲说，平诸二者的音，平诸二者的音呢，虽然说有很多，但是我们讲到平诸二者的音，它本身呢是一的。但是平诸二者的音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有很多东西，它可以是相异的各种的东西。但是平诸二者的音呢，它本身呢会是一，并不会是异。这边有问到说，就是平诸二者繁体一是怎么解释？那其实这边跟它中间那个的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平诸二者的繁体，平诸二者的繁体是一声的这个一，但是平诸二者是体性异的，平诸二者是体性异的，但是平诸二者的繁体是一，那平诸二者它本身的繁体呢又是相异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断句的时候要断开。那平诸二者就是你把它平跟注两者分开来看的时候呢，它本身的繁体当然是相异的。为什么？因为平和注两者它本身是相异的缘故，它本身是相异的缘故，那它的繁体肯定会是相异的。但是你把它两者合在一起，就是把平诸二者当成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不能说当做一个东西，就是合在一起讲的时候，平诸二者的繁体，就平诸二者的繁体。平诸二者你把它当做一个基准的话，平诸二者是一个基准的话，那平诸二者这个东西的繁体呢是一，但是平和注它两者本身的繁体呢是相异的。那为什么是相异的呢？因为它们平跟注本身就是异的缘故，就是四声那个异的缘故呢，所以它的繁体一定是相异的，四声的那个相异。那人们这边就解释的更清楚，比如说我们讲说中天和陶然二者是相异的，四声的那个相异，但是中天和陶然的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比如说中天和陶然的书，或是中天和陶然的房子，那你讲这个书或是房子的时候呢，它本身是一，就是一声那个一样的那个一。所以以这边我们去了解的时候呢，平注二者它本身呢是相异的，是异的，但是平注二者的繁体，你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平注二者的繁体又变成的是一，这样可以理解吗？